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章是法然上人所说的内容。法然上人是谁啊？各位，是800年前一位净土中的高僧大德。后来我们才了解，原来他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。他为了悲悯一切苦海的众生，不忍心他们一直出生入死，在六道不停的轮回，他不忍心，所以成愿再来。所以他已经成就了道业。他把自己的心得简单几句话写在这里面，我们今天跟大众一起来分享。你看，法然上人说了，弥陀欠念佛必来迎啊。他说阿弥陀佛来苦劝我们大家，劝导所有众生啊，你只要念佛必来迎，我肯定一定来接引你的，没有附带条件哦。你要学问很好吗？不需要。你一定要很有财富吗？不需要。你反应要特别好吗？特别敏锐吗？不需要。他只有单单欠你念佛，他一定来接引你的。不管你什么身份，男众、女众、出家在家、老人、小孩，他平等的救度。所以弥陀欠念佛必来迎，一定来迎接你的。迎接你就是来救度你的。释迦欠念佛必往生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，他打坐进入三昧之中，以他最圆满的智慧、最大的悲心悲愿，他告诉我们：你念佛必往生，只要你能念佛，一定顺利的到极乐世界，你不会在人世间受生受死，六道轮回。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死了，你还要再投胎，又再转世，又再来一次。你再来一次，还是生老病死，一样的生老病死，对不对啊？那时候那种痛苦啊，那种折磨啊，心里面有苦难言啊，那种苦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不需要重来一次，不需要。所以他怎么做呢？释迦佛陀就劝你念佛，你一定往生的，一定往生。为什么？就是阿弥陀佛他自己所发的愿，要救度念佛的众生啊，是这么一回事的。阿弥陀佛永远不会欺骗众生。释迦牟尼佛成佛，他也不可能打妄语啊。如果他犯了妄语戒，讲话不实在，那他没有资格成佛。今天他成佛了，欠念佛必往生，一定往生。唯信持一事，我唯有单单信仰，我接受，我一定相信这一件事情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欠念佛必往生这件事情以外，一事皆不知也。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啊。法然上人这么洒脱了，他说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实际上他是最高的智慧了，对世间的真相来龙去脉、人事的处理方法，他完全清清楚楚、了然于心了。但是他这么谦卑的讲说，我只有信这件事情之外，其他一事皆不知也，其他我都不懂，不知道了。人越谦卑啊，这个人格就越高尚，人家是越恭敬你。所以法然上人为什么这么伟大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他说，我若再受人身，我如果在转世投胎当人身的时候，我愿受大愚痴之身，我愿意接受我是个笨笨呆呆什么都不懂的人，我是个愚痴。愚痴是很憨厚嘛，做事很实在的人，虽然反应不快，很庸俗的人，但是我愿意受这个大愚痴的身体，以成勤行念佛之人。我要成为什么？认真的念佛，我要精进的念佛，我要好好用功的念佛，我要变成这样念佛的人。我愿意成这样，我不要太聪明，反应不要太快。这个人世间啊，有时候人啊学问太好了，或者是他的程度太高了，怀疑心太重了，他会想东会想西，这样一直在那边打转了。脑筋太好的人，往往都是疑心病太重，妄想心太深了。所以你看，法然上人他愿意来接受这种大愚痴的身体。我来的时候，我希望笨笨的、呆呆的，我一窍不通，我什么都不理解，但是我要变成一个老老实实念佛的人。就算有来世，我愿意这样子成就。你看多么有智慧的人呢？这就是法然上人，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一个成就的人，往往都把问题的核心呢、问题的重点把它点出来，让我们后世的人了解，念佛比什么都来得重要，而且是重中之重。以后你要往生的时候，你要靠你的名望吗？靠你的地位吗？靠你自己的家庭的孩子吗？没有办法。
你一点都使不上力，一点都帮不上忙啊！各位，那个时候就靠你自己，你自己怎么靠？你靠你的学问吗？靠你的权势地位吗？或者靠你自己本身的生活体验吗？完全一点用处派不上用场的。这个时候是靠谁？因为我们烦恼很重嘛，所做的罪业很深。这个时候你随业流转啊，随你的业障波动啊，各位开始投胎，开始又转世，可怜啊！那时候再来一次，那不是很悲惨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在那紧要关头，唯独只有念佛，靠这一句名号来救度你。名号有光明嘛？光明直接就来普照着你，接引着你，然后你跳脱这个六道，直接往生西方。这是伟大的法然上人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要谨记在心，依教奉行。我们的智慧不可能比大势至菩萨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一个凡夫众生呢，是一个愚痴的众生呢，没有这个程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讲的话，我们要欣然的接受。好，今天把这一章呢分享给所有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一起分享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